各位聽眾，歡迎人都對來收聽檳榔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我能講，故意假數399本來做那個 sound effect，然後399歡迎。大家好，我是399。玩日本哦。399，做咩事都驚節目驚攰？因為你就因為你咋講嘛，你厝那個智人嘛，所以我幫你見咯。好，了個我人嘅老鳥大漢族。大家好。有個我要我了個我人嘅老鳥南西，南西歡迎。南西，我咪 effect 來。唔知搞蛋。了個我人嘅另外一個老鳥閃人經衫，閃人。Hello，大家好。歡迎，這個禮拜我人佢就係到對嚟講佢告訴了，然後當今呢個每嗰啲我哋特別嘅邊是就講聽老師講我準備做10點就打落去。因為這個嚟浪定到咪是，人等個只換了，伊個人個落鬼告訴嘛，然後伊講我聽伊個厝嗰邊，伊個窗仔邊聽到人卡伊窗仔，所以驚唔敢講啊。你講叫我較早，伊講叫我較早就冇落，所以伊會去，伊會來，伊剛剛來正講嘛，特別我安樣寫時，我冇 send 到嚟，你冇 send email，冇看到我 website，所以冇調我，但冇來調，所以全人佢講。嚟見咧，實講哦。嚟浪 ，OK， 你一住下，住你講。摩托鈴會唔會再喎？摩托鈴會幾個時講我等陣啊？落了喎，落喎。落啊！等陣我 check 看有啊。你坑喺查落去咯。查落去，查個熟啊，同佢。哎呀，我買車會唔好事。Anyway，咱個考得好摩托鈴，可以被講幾個事會再。然後但係是我在就是南西加大漢族曬了嘛，所以咱就是有幾個事講嘅。大漢族你都講無咪了係伊幾個事。摩托鈴歡迎。Hello，聽到喎。聽到。你冇幾個事啊？幾個事？等陣未到邊啊？冇等陣嘅講啊。叫我看你嘅 content OK， 然後OK，然後每對即攞新疆有幾個下每兩成？啊？新疆是啊，有幾個？有談隻鬼。盧咯，399咯。你多隻談隻鬼就是盧，แล้วก็每對即男細家大漢族人攞嚟細粒講鬼告訴你，แล้ว就俾講成男細講成，大漢族成講。我講成啊？大漢族成講成。南西講成。男細講成。我講成。你講。我講你得死啦。你得死啊！到底得咯。問講 specific 呢個到自己看，你是唔是到底馬來西亞 KL 啦。399隻物件是秒你買去。OK。แล้วน้ำใส่ก่อนฮะก็講你得死咯。你得是揸頂個月啦。然後我哋隨厝嘛，隨阿伯蚊嘛。then 我找到有幾哪裡 unit 咯，然後有一個 unit 吼，有一個 agent 就帶我去看一個 unit，嗰個 unit 是第一棟嘅 floor 嘅啦，頭第關一站，第一關去站了誒，
咧伊甲我講嘅，伊講即間吼是我哋熟誒，等，南西，我唔是驚心你買嗰啲啪啪啪喎，你是敲你買的就塑料呢？有啊，得，我炒過。講到最 sorry 南西。所以我嘛12點，我講 OK 啦 ，appointment 我12點去看迄個 apartment 咯，然後去個頂面啲關迄陣，我看迄間厝啦，I think 我看5分，啲我直接迄間厝空厝嘛，一看伊房間，可能行出來，可能5分鐘可能係，然後行出來吼，我徛啲迄個balcony邊個，然後我規人吼。做呢個鬼人像嗰種蘑菇場啊！蘑菇場啊！你這邊是你看到面嘅行出來啊？我就是蘑菇場咧，弟蘑菇場。哦嚇。就是12點過下晡啊。你冇懷疑冇包行入去紅香蘑菇場啊？紅香蘑菇場。冇看到蝦米？是蘑菇場咧。嚇！你是唔是大擺門嚟咧？你？雜椒誒，雜椒我哋。我講，按隻貴食都冇物件。人講蘑菇場啊，即係人我是聽人講，若是你蘑菇場係講你是像是樣貴嘅，成日燙過你身軀啊，是要幫咯，是甲你有 contact 嚟講啊，你感覺到蘑菇場嘅。特別我有當時我蘑菇場是用小人講貴，嗰時講就係二年嘅時候，我個基本蘑菇場，特別係你唔少咋，你是講你冇數嚇，你個記憶起來係啊，你個記想啊，記你係當叫我講啊蘑菇場啦，特別你那是冇，你那是平常時冇幫行啊，那時冇數冇帶呢，幾個紅險，嘅紅險場嘅就是講，伊會 try 嚟甲你講帶 ，OK，แล้ว你就去講。唔使，แล้วแอปเปิลแล้วของแค่หมอกกุ้ง場佢只隻刀係啊？紅香蘑菇場啊！紅香蘑菇場啊，好我垃圾奇怪啊，做咩貴啊？貴至蘑，我徛啲迄個balcony甲迄個 agent 講嘅哦，講了差唔多20正可能，呀。你15分鐘可能本是啲蘑菇場嗰度，特別我無解你 agent 講啦。我無出聲，你隨便看了咪走咯，走啊好我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伊是住另外一個 unit， 另外一個 block 啦。然後我下晡我打電話甲伊講啦，因為伊考我係講安怎去邊厝看甲安怎，我講我直蘑菇場啦，我毋知咩事啦。然後暗暝嘅時候，伊就 call 我了，下晡幾日早起，伊就 call 我，伊講我一下甲你講哦，我昨暝問迄個 guard 啊，迄個 security guard 哦，伊講哦我。迄個 block 啊，點解人掉暗過嘢度？喲，當叫人蘑菇場啊咯。伊記我怪，伊講伊就是迄個人就是你迄個 block 咯，伊記伊向 security 甲講散啦，伊講點解有人掉暗死嘅間東散啦咪可能？然後我講我講我邊邊係咪數咯？然後過後哦。我隔日嗰架另外一個朋友因為隻股無拄着啊嘛，你又講即幫你無用係咪？我講無用隨厝啦。然後伊講你隨搭路，你嘛講搭路數安你咯。然後伊就你有冚你 live 嘅聲啊？你直接直喊啫。我冚我 live 嘅聲啦。OK，了。咁樣啊。我聽你講一下就係成個 confuse 咧。我琴日我 live 嘅時候喎，mute 啊喎。特別你個聽到？我個聽到我家己講話個。你有影 mute 無 mute？你可以搭隻 live，你可以錄講嘅係咪？要 stream 啊？Ustream 咯，我 mute 咗 Ustream 嘅迄個啊嘛，麥啊嘛。你特別你個聽到？個 mute 咗。阿女？沒有，我能聽到你是 OK，我是冇聽到聲，特別你聽到你個聲，你講我哋聲啊。我聽到我家己表，叫我過嚟冚架咧 OK，我過嚟。干那 Skype 呢，把你 OK 啊？OK 啊，你那是冇聽到你個聲就 OK 啊，我是聽唔到你個聲，是講你家己講嘅，是佢聽到你個聲，你直直喊。未必你開腦嚟數，了。
哦，OK，你講你啊朋友咪你哋全部你講啲隨處啲得路人看呢？啊，我講話隨邊搞咯，伊講誒，迄邊架上加含量大貴嘅喎，安可那應了。你朋友啦，你是講你朋友大貴啊？即係朋友大。我朋友啦，伊講含量本是我白的啦，伊講含量大貴迄邊架。啊。你佢講那邊鬧鬼的，你知道嗎？哦。那邊鬧鬼的，你知道嗎？แล้ว隨便 call 伊嘅，我啲 MSN 偈傾嘛，แล้ว我 call 伊咯，講到底是啥物事？伊講含量咪平，伊講含量咪大迄邊格咯，點解？伊驚哦，就是叫拿三嗰度啲迄邊格，แล้ว伊咪隨細號嚟做下你做下你啊做慣人了咯，做慣啊。啊做好啦嗬，แล้ว迄個細號偈講。actually 都把路大隻貴嚟 area 本事嘅，本事有嘅。哦。啊。所以唔是講我貴你酷啦，唔是講啊，一間嘅apartment嘅。啊，唔是講一間 apartment，伊講貴你酷喎，所以我冇買咯，放棄啊，迄個 apartment 咯。我自己。哦，所以。你去除掉蝦米樹咧？你除掉蝦米樹，安怎伊下邊有鬧鬼，下邊有鬼？應該是伊迄個，伊是迄個場，伊磁場真啊 strong 咯，maybe 是。啊，因為伊是差唔多懸嘅嘛，伊是起山淡薄嘅嘛。所以伊是咋？伊唔是頂到磅嘅上面啊？唔知喎，唔知頂擺應該唔是磅啦，頂擺應該是山嚟啦。特別別講嘅，即個垃圾物件吼，一樣是啲。樣會豎起一個位嘅嘛？啊，所以唔是特別講是磅乜嘢嘢，你是講？是特別磅嘅啊！有陣時有嚟厝吼，無試過人樣本是真啊，講嚟咧哦。伊可能伊你是講你磁場，所以你 energy 你氣啊，有氧氣。所以maybe東南西北用惡面，你看咯。我嗰啲我聽到。你平常時會看到鬼咩？平常呀。哦，是講你食鬼，你是講頂到你真係是看到鬼，是食鬼一陣間嘛？係你講。食鬼咧是個把你 feel 到較濟咯 ，feeling 較濟咯。啊，一年 maybe 一刀兩刀你看嚟。無成日頂埋你 often 咯。你好，嗰陣你咪是感覺掉，無人俾條厝喺度是掉死。是。就是咯，我感覺地木工廠咧，我10個分鐘，我看地木工廠咧啲邊㗎，我講慘咩？我看一間厝邊邊，我心想咯。因為厝一啲白厝，講真本，一啲白厝，我唔知係咪 reason 我看白路本是白厝嘅。什麼啲 floor 安尼做愛 unit 因為 top floor 較做愛嘛，第一關迄樓。較做愛嘛，then。伊價基本 OK 啦，無講貴，特別無人愛。伊房啊好啊，無人愛，因為迄個 area 是真快賣出的嘛。迄個用你直賣出。特別 OK 喎，一花個了貴貴哦，迄個。所以你看是你外口看起來無垃圾啦，係啊。垃圾，了伊就是安尼款來咯，迄個木工廠就是安直直。然後呢，弟弟來 attack 路嘅咯，我仲乜咪數？小王廚房落起人嚟啫，冇聲嘅了。冇得佢驚啊！然後 OK 啦，每當行做是當做。你講嘅 ，OK，你會告訴我。當做平時你 remind 我就係你平常時要看到鬼啊？冇啊，冇啊，錯。你平常時未看到鬼啊？你是當做是唔是到底？當初到底得咯？新加坡。แล้ว你唔是講鬼告訴咩？是啊。你朋友啦，唔是你啦。講下。我無看，我有一擺我成日聽到爾我早去做工，然伊早去 office 個了。樣無開會嘛，但是伊內面有電視機，所以電視機有個，像個伊電視機有開了，所以有聲啊我，然伊個會是成個 office 伊冚個了，然把路掛電視機迄地方伊開拍會啊，你看我，所以嘛愛行去 photostat 物件嘛，冇行，伊是敢若長一個 walkway 啊，你看我，然邊啊伊有一間嘅房間嘛，特別伊房間伊。
會冚了嘛，暗暗我無看到物件，伊我會阮暗暗 ，that means 伊另外一邊個有淡薄火啊，所以會看會到啊。啊，個佢 photo step 物件，你 photo step 物件走啊，暗暗個天袂光嘛，成啊淡薄刺激啊，你看喎。啊嘛行，咧我聽到成啊，我行目睭莫看迄房間嘛，伊暗暗無開火嘛，個擺去看伊哦。然後我聽到成啊人。大家穿開先，安尼看喎。我咯。嗰時成日對我耳啊，邊啊聽我不這講文你就係老師講講。是啊。啊。我頭走呀，後尾我咪看，直直。你講哦。我講啊，走啊，無人講嘛無用。你頭就只驚，所以你咪是這是唔是第 close 第彎路幾會告訴是第彎路嘅？我捌經驗，特別我看得這你翕你鬼翕嘛，常常嘅你只聽到 breath，你成日，係咪啊？伊是，敢若伊毋是大聲，成日是敢若，伊是敢若成日人對你翕啊，迄道呼吸啊，嘆氣啊 ，breathing， 啊，伊成日，伊毋是，成日呼吸嘅聲 ，breathing， 呼吸嘅啊，呼吸嘅，呼吸嘅聲，成日正哇，慢慢呼吸，慢慢呼吸嘅。我這我聽到唔是講緊呼吸先，我聽到是啥啊？安尼就搬下氣搬出來，可能安尼特別無關就多聲。你看，這是399的食物件事。399的食物件落誒事啊！落咧死人啊！你是頭一擺聽到你無講實，頂到時你唔捌經驗過，你肯定唔驚咩？唔捌啊！我頭一擺無你即是上上 close experience 嘅喎。哦，你是唔是聽邊個學緊？幾個上濟誒對咯？誒，即是 before 你講嘅即個 breathing 嘅物件事喎。嚇啊！哦，不過我是講講你講實際幾個告訴我，幾對咯，還是？冇啦，即是冇講之前就有了。哦，你有一擺是嚇，一擺未？有一擺我是去怡保啊，有所以去到了伊暗暝嘛愛找上個，伊是上個過境嘅時嘛，所以愛找我是花車花解，但係愛找上個找 hotel 客啊，所以伊過境嘅時甲找 hotel 甲咱們是 fully book 嘅喎，所以佢找一間上個motel 你看咧，呢個會啊，佢哋去門啊，講有房哦，有講有房個上個伊個 motel 一 motel 邊啊，嗰有一間上個 discotheque 安尼，嗰 stop 真大聲，所以上個就會驚 ，because 伊響了一個通頂，迄 motel 頭前就是一個通頂了誒。通頂係咩嚟？上個 cemetery。哦，房啊，真房喎，伊我看無清楚嘛。阿妹啦，這是阿妹。阿妹，阿妹是搞迄道，所以這邊頭前上個一大片空地啊，你看到？所以注意看者，喲，嗰了是房來，但無別嘛，去到門口迄間上個有房間嘛，所以嘛去迄那邊啊，因為我看一邊啊，嗰一間 disco， 所以應該是袂驚人，有人做喎。我去門咯，嗰是個靚嘅喎，伊 reception。所以每一個互我一間房間啊，我甲朋友我人3人喎，所以我那個迄房間是佇上個 basement 嘅喎 ，basement， 所以我那個佢個 emo， 唔是 basement 啊，伊是 basement， 特別個上個堂啊，上個邊落個落淡薄，較夾淡薄一半嚇，你看，所以個也係個去開門啊，開門就開門一個皮料上個正重嘅迄紅，迄啥個人放果油、放紅油嘅味喎。我會開門一個皮料上，真係有上個正重味素啊。我個門一朋友，我有朋友啊，
安尼我甲人做第一件位开门互我人啊。所以伊个我问啊，伊两人个成日无 reaction 喎，個點啊。我你無片着，你講無啊無片着。其實伊兩人下面冇物件，個物件冇片着，無你我一人片着呢。哦。即係講，做咩安尼重誒？我講我一頭轉下佢講，我買一間房間，你無片着真重，我買。你個換嚟一間房間啲樓頂嘅互人。啊，所以係我，若是唔知，若是開呢間房間，阿妹唔知下面物件。係啦。我講聽梅浪啦，但是講我本身條，安尼這我講咧就幾個數，特別我本身嘅記者，只要講有去垃圾掉，係咪物件？較刺激，係咪物件啦？但尤其是貴嘅物件啦，但是我事實上我是啲 psychic 嘅，係咪物件？我是感覺掉上我 feel 到物件聲嘅，特別但是貴咧，你成日看到貴嘅是貴嚟講，我個面啲嘅物件我是暫時咧是後尾有啦，特別咧我記隻記冇，我嘅記驚。所以我個買喎，特別呢，特別我個小微經驗啦，特別我個經驗是做一點嘅人，但是講一堆嘅人啦，嚟說成個有四個人，然後去做一去一位嘅是去看看幾有嚟炒人，我有可能要揀，啷揀一點人399揀，399，唔揀。let's say 我你那個唱微微娃娃，我買攏家己去。你唔係，你攏笑。let's say 你再講啊，明明係你時間啦，嘛啲啊，你個明明要去咩？那等陣下面物件三長兩短嘅時間就好啊。特別死咩？會死咩？特別是講係死。我咪知。我見個死，我對事做咩佢哋死。我那是講399起來，咁我本起。我買攏個起咯，我講叫白車啲學校 standby 啊。ambulance 單便便。唔係，我講之前我 friend 不教我講過一個數的，你講唔在邊年過來呢有一間厝。伊想講幾個厝吧已經 abandon 嘅，那種正老厝啊，反正就，然後你樣講，樣就是一個月 friend 咯，你就講啊，迄邊是有幾個，你想講 back 落行白去，了 back 看，啊命加入去咗嚟哦，加入去人嘛成贏一筆嘅連環咯，然後樣就規班換下去，然後去到迄邊嘅，然後你又講，伊有一個 feeling 就是講。你去嗰邊，你看到伊厝時，你是感覺真啊，真啊啊！特別吼，伊厝有一個 feeling，成日直直叫你講接來，你看你就。伊成個399，伊成個成一碗就好食物件，好嚇。食話啦，食話。一地壽司多多地。哇！沙西米嘅話嚟講，沙西米多多地啊！แล้วว่าซาบิว่าแล้ว one of the ยังdriver 嗬唔知 for somehow 好像佢哋變車去啦，你想佢哋講去啊，แล้วยัง就正快。冇 feel 到隻飛機啦，一個人就講買接咯，然後咪對咯，對啊好，佢阿位 friend 講from that day on 咯，嗬，伊 every night 阿妹啊，發放掉到是放掉迄間厝，然後佢哋厝叫伊去接去迄間厝。哦。然後伊咪驚，然後 after that 就出來咪得出來去看佢叫咩？看佢啥？所以你叫看人講啊，แล้ว看冇人講嚇拜，แล้ว成日佢解嘅你看咯，你講真係幾啲嘢講，你講特名人看不著你嗬，你肯看到物件就是迄間厝，真係 clear，你迄間厝有聲就講叫你接去，叫你去嘅你看呢？你樣冇接到啦，樣冇接到啦，冇樣去掉咩？樣啲外口呢？你講近嚟 driver 見都冇啦。我嚟出外口嚇，都嚟出外口呢。我就整接皮嘅事。嗱，阿伯啷去一間咯？唔係啦，你家己去啊！actually 嗬，你在你協督中學。在。
伊個等對面有一條細細條路入去啦，啉一個8蚊的嘛。嚇，伊是特別泡白包冰啊？無，無伊是細細，係咪伊叫咪淡曼家家呀？哦，我知。然後伊入啦，你嘛一個 high class 嘅8蚊的邊啊有 tennis court 係咪嘛？即個8蚊就是伊後尾邊就是聖保橋迄條路啊嘛。嚇？所以 between 聖保橋甲伊吼 ，because 佢哋8蚊後尾就是迄個聖保橋迄個江啊嘛。佢哋講，你咪 MBS 咯 ，MBS 後尾咯。嚇，對，迄邊有一間老厝，知哦。哦，一間老厝貴哦。我唔知有無貴啦，我唔捌去過 ，because 我迄個喺個淡曼家家那裡有 tennis court，了有一個只大 field 嘅嘛。我 high school 是規日去變成大邊麥景啊，是係咪貴嘅嘛？特登開有看到有一間老厝在迄邊嘅咋。然後佢個老厝咧，規個 structure 哦，都相隔迄出阿毛迄個小丑嘅戲啊，你知哦？咩阿毛小丑？貴嘅。It's IT。我唔未記啊。叫你講嘅是係你你是講 Francis Lai 嘅厝啊？係你Suffolk House啊？應該是啩？唔是啦。當今裝修嗰隻水嘢嘛？係你我唔知啦，係你是我真係幾年前讀冊。你唔是講你Francis Lai 是唔是 Francis Lai 啊？到底 MBS 入邊嘅你厝是 Francis Lai 厝？應該是啊，我唔知，我唔捌去過。然後伊就一間大咧邊嚟啊，然後我特登看到迄間厝哦，伊就互我想起佢個clown嘅佢個故事啦，裡面迄間老厝，我感覺伊個 structure 伊個道格了真係像嘅，然後唔捌有看到人 appear surround 佢迄間厝嘅。一等嘅啊，是我，是唔是你 Francis Lai 厝？伊是一間像老厝咧，阿木。可能老厝啦，伊成羅鎮樓啊，我可能點下羅鎮樓，你意思成件啊，呢嚇？應該是啦，等陣我隨看小英應該是有，都係隨着。你我講有咯，誒，隨掉了。等我夾，你使夾到啲咧 chat room 嚟，你講嘅 chat room 啊？我把你隨，我把你隨。你使夾攞餅係嘛？夾到啲咧即係 Skype 嘅 chat 嚟，一個夾係嘛？到啲咧。website 來 Google 等我看我吹冇誒特別係你是係你 image stream 啊特別你會使吹 Google 你吹 Suffolk House 你本應該是吹掉誒我呢 spell SUFFOLK 咧 House SUFFLK 啊 SUW 哦哈哈哈對我做緊啲水嘢啊當劍當今是裝修個正水啊，但係早時嘢是成個樓成個綁掉正久。等我睇，這是 MBS 啊，唔會咯。啊，對。好啦。特別成個是馬路愛住條路啊，嚇，變成 heritage 掉。咦，是唔是 Francis Lai 住啦？唔是啦，唔是一間。哦，個北京。哦，你嗰個北京啊。OK， 你好，繼續講。唔是一個，伊是住喺你江邊啊呢，還是你住喺大曼家家你 tennis 伊外口你 tennis 個咯，你看過一下，你江你就看到一間老厝啊，伊像一種阿毛款的老厝啊。Maybe Lucy 就係一單。江邊啊是話生叫因為假如講你是住大曼家家，嚇，伊後尾就是就江嘅咯。對咯，你假如講你跨過一間嗬，以前成個是大隻多手柄啊柄，就是係你老厝啦。特別當今是裝嘅水啊嘛。多手是正手，多手正手。我驚這我把幫這 link 去看，佢是想老 postcard 咧，你去看邊兩嘅。伊就是到啲江嘅邊啊咯，伊一條江嘅佢一邊個一隻手柄個一條橋個，然後去看這個我把你個 base 去。這已經是 before 佢哋 apartment case。係啦 ，before apartment case 啦，各種。邊應該這裡應該假如講這裡是，這應該是佢哋 apartment 嘅跨過去嘅咯。哦，唔是咧，多經嘅，細經嘅。我唔是。我看 view 就是
就是成個阿 John 醒嚟翻嚟 view，特別我看唔成個安尼唔是安尼大鏡嗰度哦，唔是安尼大鏡，喏，即係真係隻大鏡哦，可能。White House。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講起一間啦，我想到講聽到我人讀冊時，我人一等係我讀 MBS 讀嘅時，你看過去，你就會看到一間老厝嘅嘛。然後我一間只萬呢是正碗，伊是啲話 library 誒後尾邊有一間成個 private 你即係講是 library 後你去另外一間 room 是燒佢你冊別使 check out 嘅冊啊。你叫咩啊 ？periodical 唔是 periodical 是 magazine。你講 red spot 嚇 ，red spot 嚇 ，red spot。reference book 啊，咧依度到底下邊嘅我人特別 English literature class 呢，我人是差唔多幾下成年啦，幾年 can 了，是唔是4個人可能，差唔多6人，然後我就接去，我特別是去佢下邊讀冊呢即下邊較點嘛，所以我就去下邊讀冊，特別下邊後尾咧，人講特別講你後尾就係經嘅，別使去嘅就係講，你只去咧就係經嘅，有陣時看到Francis Lai 寶入邊考嘅。唔知而家冇嘢，水大並考。唔知咩？你講你看過去厝對面嘅時，你會看到，因為一陣晚藤啊看過去就是一間 Suffolk House 嘅厝，然後就是就一個呢人破，嚇你數嘛？然後所以特別我把去過幫就是當然別打喊，我直接叫我朋友，你睇到啲個看你幫走，你直接教我講話，我講。我哋你是查甫仔經啊，唔是查甫仔經。正手邊咧，到底另外一間，library另外一間是查甫嘅仔經，倒手邊是查甫仔經。然後我叫我朋友講兩枚啊，然後我自己幫住，我亂幫住事，變得很幫被幫住事。特別攏捌聽過幾個數咧，係間 Suffolk House。唔捌聽，我冇聽過。我唔捌啦，是講以後我一個 feeling 就像個係你 crown 係你幾個數嘅迄間像你茶厝啊反咯。我感覺 image 係咁。啷個在大陸邊咧有得一間，大陸有你幾個數，我另外一間。哦，即個。得咯。另外一我人講咧，特人講咧就是。是唔是我係 Tesco 嗰邊嘅？哈，對。我捌去過咋？對，係你個走我個大櫃喺邊個？大黑一間厝啊？是喺間厝啦。哦。你在喺邊喺你老厝嗬？是伊是大一個compound是馬達大嘅厝咋？我爸個時伊大 in service 個吧，大個時做工家之類個。แล้วกูจะ伊先搬佢嚟邊嘅時，伊有大喺邊一站。แล้ว我先出嚟做工嘅時，你差唔多做一大一下嘛。所以放工有時是7-8點放工啊，攰啊，梗係。因為喺你厝是有嘢是大喺你police喺你厝啊係compound你知啊，所以按照本是愛過去我大愛位啊，但係愛過喺你厝早起本過阿妹本過，梗係個理呢。哦，我記住了，啷，你看你厝是 still 破過啊是？啊對，當今 still 破過。咪是安尼個。特別是我唔捌看過蝦米物件啦，我過緊呢個啊，特別我個早我小妹，伊講過伊是做 BC 嘛，做得數有時是伊做阿妹工啊，3-4點把你個對到厝啊種嘅啊，佢伊講伊有看過物件啦，伊講看過成個一個查某嚇呐，特別無清楚講係查某是。我別記講是穿紅衫還是白衫別記啊，特別講係你查某是特登看到，不是特登看到也冇人捌看過伊嘅頭前。我是未捌看過幾日刀啊，裡面是。嚇，咪是我小妹唔知啦，伊有時是伊會看到迄物件嘅，特別伊咪講啦，然後到時往搬出去 from 迄個位啊嗬，然後伊就講起來講，古早我有看過迄物件，你講哇。我人頭講話，好彩你冇白家揸無教我講，冇時我唔加多啦邊。你做我？真會使講我本啊，因為伊嘅厝，你再講個，你往海位你看，你會看到伊是大成個大隻山，可能嘛對哦。係你厝，伊是 police barrack 啊。假如講 from 你厝過來 barrack。有個300米呢，個300-400米呢。哦，冇講正遠呢。所以你都冇寫過入面鐵土啊？係咪？
盲笑啦。我是唔是我每人發現，伊是唔是伊頭前有寫一 Dennis Scott 嚟嚇，還是一個攞嚟 Dennis Scott 嘅頭前，是唔是上一間？我記得清楚是 Clay Dennis Scott 嚟，成日拖卡拖 Dennis Scott， 是冇上間嘅。你看有可能人講冇上間啊，陣。這間是一處貴大間本嘅咋，成阿冇樓，你看大間了個樓處嘅，伊頭前有一 Dennis Scott 我記，伊 Dennis 伊個，因為我人行我北側，我唔去，我行在只去南邊個知哦。邊係你應該是正古啦嗰陣，應該我人大下邊是，應該我大下邊是，沒看，靠下少啊是。只空3年了，個大邊只空3年了，應該是裝修個了去啦，了伊厝。伊厝當然是伊圍起來個了咯，你是無限接去係你樓厝啦，你是紮起來個了啦，無限接誒。特別是有時行紮起是行個了，莫幾長，對阿妹是看達到對啦阿妹達到莫幾長，因為我8點到厝誒嘛有時，8點到厝我行過達到時我唔敢看過去啊，每實行直接去房間冚門，唔敢看。我就是定到時我不去，是我舊位只這是隻古嘅證啊！我看這是80幾年嘅時候我看，我係點話講㗎？我啲小學是 remove from one 可能87年嘅時，安可能啊，差唔多我即個4我咪是咗，我咪是咗，你拔刀你對來時我咪坐你去。係使，三叫啦，去啊！勁啦，有三叫。啲 Apple 應該是播那個哩啦 ，Apple。我就是，特別這個學堂 OK，即係學堂 OK，迄個啥物surfboard 啦，頭早有一間嘅。係咪打住？有一間嘅，迄個。哦，當晚啊 ，Suffolk House 啊。Suffolk House。當間冇見啊。迄間甲個哩咯，看到我看到先，我唔知。OK，啷當間去咧？當晚錄江南面嚇，等陣個住人機關請個嘅。Flickr 嘅時候應該冰城嚇勁嚇，你啦時鐘分銷，講到啲咧都有打定一股嘅都有打啲咧嚇。時鐘 OK，actually 時鐘我看到。嗰隻見過都知啊，嗰隻見過都知啊，佢哋是 confirm 未出名嘅。等，係。你小英哦。你冇人知，伊是你在要發係。都帶你變化過來哦，買去from 邊年過來，愛去 U 北嘅位哦，佢哋一條路接去，啲 U 北尾接去，佢哋有對人嘅厝嘅位哦，佢哋你等咧嘛是接去 U 北嘅咯，just right 我知，對邊有一間大間bungalow嘅嘛，伊人講定是一個唔知係咪舊嘅 office 嚟嘅，特別唔知定當時叫人講你很舊嘅是你日本貨咧，是人講冇上，特別唔知係咪舊嚟你 office 嚟嗰陣，然後 normal day 咧冇人帶，然後人有水出去，可能做apartment stay，然後外國嘅人 high school 是把佢帶過去到，然後。迄間嘅apartment，迄間bungalow stay 哦，真出名。甲了大接去困了阿妹，甲了就搬出來困佇別人嘅位。呀咩？我唔知啦。就是捌經驗過，你白當啦落雨時間講過。然後然後我講下伊迄邊迄個教唔知啥物教誒，特別 join 即個教人，甲了有鐳咋，所以達到又唔知拜幾有 meeting 嘅時候，你看到甲了大電車到了迄個北地嘅bungalow迄邊。等陣一把你叫。人講迄間真出名。一叫我嚟Udini House啊，一。哇。哦。係你是唔是上一個厝你講誒？伊是特別一個小影是看上啊，伊是紮起來了，我看到會上嘅，我看到係你 style 咯。我看差唔多。伊是按係你麥達布古魯嘅阿妹是條邏輯去嘅，當今就是有 Tesco 度合併嘅咯。我記是合併咯，應該未必是上一間嚟。特別頭前有可能頭前嘅地嘅嚟紮起啊嚇。
我在頭前嘅地當劍是做成一個 garden 安尼啊。哦，喂，記定到只 Dennis Scott 那時啷出張，記講頭前 Dennis Scott 已經解嚟講講，因為Jewish。有我 try 我隨看小英啩。因為我想不起，就特別一出相啦，相那款就一部出頂嘅，因為我會記，我行入去一樓卡後，我看一樓推幾那站茶，行去幾那站咧後。破起來又無誒，一坑咧是個另外幾那站咧接起去樓頂嘅位去。哦。聽到講嘅就，你即係我聽到我只拍拖啊時拍拖咧，是伊搭部朋友來，是我實在笑一對人去哦。你一樣就咪講啊，就俾坐起你鬼住看，我對人去哦，對人去看，冇看到鬼咧，是講看到一處那破破嗰啲嘅呢嘛。你我記得就是你去看你邊個 newspaper.com 嘅嘢嚇，到啲錄講嘅嘢，我不知幫邊個學嘅你聽講，我係幫到啲我幫下去。你錄講嘅，唔是你邊個 newspaper 係你拎下攞去看，就是我講聽我係 describe 好你聽我 library 嘅 position 到底到嚟，我看到一檔嘅未？我看即係看咯，到底你你看到就係，你看到正超平嘛是一個黑色灰灰色嘅 building 哦，係你看到你藤啊只超平嘅嚇，係你就是我 library 後背啦。我 library 我就是甲人講，即個 grey colour 有問題。嚇，做咩事有咩？即係 grey colour 有問題，唔是，喺你隔壁去間嘛，人講嘅。grey colour 唔是一等嘅呀？grey colour 是一等嘅咯，我 library 樓頂。我就是看到 grey colour 迄間有問題，我是看到我家己我心嗰裡。哦，你 grey 卡嗰裡啊？我唔知嘅嗰裡會 feel 到嘅，我就是看到 grey colour 迄個有問題了嘅，我唔知是蝦米 building 嘛，特別我是愛甲人講，即係呢間是問題幾大。哦，問題較大嘅後尾一間 Francis Lai。你我就是講，佢一間，你看到正出邊，因為係隻 aircon 嘅 unit 咯，頂面 aircon unit 嚇落來一啲，你看到個出去咧，佢呢個時候拖出來一站，佢邊都是在間嘅啦。係伊就是徛啲，伊就是徛啲咧 aircon 呢邊噶。伊唔會一啲咧，aircon 一啲邊，佢一間就是往個 library 後背嘅在間嘅。係，伊就是徛啲 aircon 呢邊噶。係咪是？係咪是三叫人去踩嘅？我看你係你小應該個我講徛到你一個去一間。徛到你嘅厝一間那邊界啊？我厝冇一間。徛到你紅樹邊啦。喺你紅樹邊㗎，喺你。紅樹隻隻嘢啊！咪好啊！你到底紅樹邊係苦掉啊？我是紅樹邊一時話嚟，我苦掉，我苦掉啊！冇鬼佢哋到底紅樹邊。徛掉啦。No。好啦，將都看。你要選啊，你唔會啊，handle 你俾看到，你咪 handle 你唔會話你慢慢開啊，係咪俾你看？Fancy Slide 是乜水啊？嚇，一隻食啊 ，Fancy Slide 即係咩啊？咁樣啊？我睇我哋個皮基啊，咪咯。Fancy Slide 是乜水啊？皮基啊，是唔是？我諗係水人卡是咩皮基咯 ？Fancy Slide 是唔是一 discover 邊嘅？水是啊，咁樣咯，水是。It's 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that 頭一個 manage Penang Island 呢。特別最是除掉咧啊！最是除掉discover Penang 啊。discover Penang 嘅，佢can咩？你講下。哎呀，就是聊，唔是咩事啊？除掉係嘛？還到度過啦。誒，等陣俾叫 remind 咯那是講啦，我咪自己邊啲學嘅，就播一個叫邊啲學嘅，但係朋友攏聽掉是冇事做時候，佢哋邊廣告啦，是講攏支持啲廣告咧，我談唔對，支持邊啲學嘅。那是講嚇，我去 check 我 stats 啊，第一隻人訂你廣告啦。maximum 讓猜下幾間？
呀，John 記家驚 post 下你我講嘅係你 building 嘅時候影到了 jet room 咩位？係你要發頭 entry 頭前。哦，你唔是 youth park 啦。啊，是啊，youth park 咩？係唔是 youth park 先係咪？啊，是 youth park，係你 Western Road 咧啊，Western Road 嘅傍嘅頭前哦。迄條路嘛，接去 left side，你直接接去，了你是登 left 嘛是去有里人嘅厝，你登 right 嘛是去 youth park 咯。對，我行啦，勁行啦，我記我想到講下邊只隻你幾人只人講下邊有幾個數本嘅對，我咪寫起來伊領性。แล้ว特別啲藍色變色藍色咧啊！係咪嚟？係咪表啲嚟？因為是唔知咩教嘅。人講是 Jewish or whatever 唔知啊。唔知伊 actually 伊 building 頭前有一個 logo 嘅咋。唔知係咪 logo， 伊冇一個牌，唔知講下面教會嘅嚟款呢。哦。特別我是往時啦，實際往時就是講你唔知你物件，你講嘅是。傳講要是鬼啊，嗰啲嚇呢？人講啊，特別我聽過，你係報咯看，阿明捌去過一間apartment，所以阿明捌聽過正啦。正告訴啊，off 這間 bungalow。係咯 ，Brown Road 下啲啦嚇 ，bungalow。Brown Road 個啦。誒，特乜阿蕉，特乜講我嚟 hospital 嚟，但係半個 hospital 是定到 hospital 是。得一間啊！我唔知你講咩，阿蕉你講咩啊？係嘛？咁我話阿蕉嚇，但風係微娃娃群車。你我白當人對起時候，我小尾去，人一定啊，人尋山叫，人就再去冇上貴。我唔係去，我都冇in咯，你家己去啦。人就再去，你教我去邊間？你教我去邊間？我唔係，我都唔捌看過鬼，我都唔捌看過鬼。有都講了，我頭腦下就講了，我們講了個了肥肥，我人落去講一條下就。啦，微娃娃都教我去本啊。會使。有先係 sexy 個。把你個困車，我 from 5點幾困個東京啊。哇！誒，這間有幾啲，這間我捌看過啊。你熱鬧我得咪將幾啲嘢小英。係啦，佢一間是唔是講你怪談捌去過啊？嗰一間怪談嘅。怪談是你個時鐘嗰咩？特別一間我冇乜看過嘅，一間。佢哋時鐘分享嘅啊，講佢哋到嘅路邊嘅喎。嚇！依家嚟做北京市啊嘛。哦，熱鬧一間我唔捌去過。我想唔捌去。我 friend 有陰陽眼嘅喎，哈。แล้วเวลา去เป็นปักกิ่งมาแล้วอเมริกากราบิงมาหรอแล้วอีกขวาเดียวอีสังหาละแล้วหรอว่าหลังขี่เชียร์ว่าหลังขี่เชียร์สิวหรออีกก็แม่ขี่เชียร์แกดูเสียมมาในควันหรอเขาเสียมมีอีกก็真正濟ในควันอยู่ดี閃走亂，即係有影是有閃走亂，我講閃走亂。閃住走亂啦！閃走亂，即係走亂，我閃走亂啦，即係真字啊！我就走俾你，為師有錯南西嘅。我講第二條小英啊，第二張是得這，第二張得這。等一點。得一邊。啊，得一間，得一張小英。 The Star.com 咩？即係頭仔喺啲 blog 咯，學話係咯 ，The Star 咯。The Star 啊 ，blog The Star。哦，你 StephenGo.com 啊 ，StephenGo.com 啊，自己哈，哈哈。伊第二張小英啊。第二張啊。哈。佢哋講嘅邊啊？就睇邊有物件啊？我看到，即邊咁是有嘢，攞會 feel 到。唔係。即 email，佢就講嗰時你會 feel 到。我 feel 的是得啦，我 feel 是第三條，一睇就紅色一隻紅光度，然後喺邊頭整。紅光度。長嘅睇長下。迄邊甲伊頭先已經佇迄邊甲了誒，頭先伊徛佇邊甲了誒。哦。咩有咩都無，
頭整呢邊，我看到下你小英哪裡都看到哈。伊是感，我伊是看到伊小英嘅感覺，就得一個 area 有誒。哦，係相機回來。相機回來嘛，就是頭先我喺邊架，你都講對對，誒，咱講會相像啊，伊你寫邊音嘅數啦，伊張卡相回來，嗰三條線應該唔是相回來。因為我會直直看相一個 spot 嚟。哦，你把照相直直調draw 起來就講啦嚇。調一直叫我看喺邊架。誒，John 啊，係咪物件會話嘛？你係先走先嚟曉之類事。我 disco 嘛，兩個。這是我 disco 型。這件是厝內咩？哪裡來喎？點解諗下睇佢 history 等我 check 佢啊？就係你 blog。是蝦米來？伊 before 係蝦米來？是厝個無像厝嘅鏡哦，講。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ghost stor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famous haunting mansion at Rela, Penang. Actually, I did not realize it's such a place in Rela until yesterday. I went for dinner with Michael Chia, the webmaste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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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The drive from the Galax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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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什麼 video 啊？佢 video 啊？你看 video 啊？你看。Penang。哎呀，特別冇，啲 video 是啲 restaurant 嘅 video。啱啱搭好咯誒。唔知website。特啲咧錄講嘅啊，冇啊，頭頭針，你 scroll 去嚇，就打係你嚇，你 scroll 去，係你 roll 嘅嚇，啊 roll 嘅嚇，你講 roll 嘅嚇，啊，所以小英看下幾年呢？誒，不過你 Suffolk House 係 glassy and exclusive，應該一樓去厝樓暖暖，係咧嗬，較驚。佢自己告訴講，有啦，我見過當我用啦，你記抄。係咪？嗰一個，係你檳城，係咪窩呀？人古早，人把路去邊拍乒乓嘅。你講我係上嗰啲位啊，人你是唔是你就係我 museum 啦？唔知，把路貓嘅去嘅。檳城 War Museum 已經是把路人到邊去到乒乓咧，特別我今日真係你要去邊去到乒乓。哇！小英，隨咁樣隨我小英。你 just Google 啦，檳城 War Museum 就有啊。哦，嗰啲嘢。檳城。我唔知。War Museum 是可能拍乒乓過，哦，點解？知道？嗰啲。等我講。你呢本書啦。我就是講人插馬啦，新叫就是講插馬去看鬼啊！我是看到鬼嘅時候，我就是笑嘅。笑嗰多些就是嗰啲啦。係啦，冇我是成講啊驚，是我自己笑啦咯。你話。哦，你攏知講啊？你是唔是？哦，係個咯，我嘢都知哦，即係我呢個個咯。你隨 Google 有得咯，等我辦。檳城 War Museum，你家己 Google 啦。我記隻 link 啊，我唔知 link 啊。我有一道吼，我是要換車去咧，倒落東北一隻一間百家嘅咋，唔知是我揾唔到路，就我去揾去一隻畫面咋，我行到尾尾，那個無路燈，那個暗，直行到個時候無對片咧，就好緊看到邊兩畫面就曬薄多你啲頭整，แล้ว規水了個了嘅了誒，แล้ว幾啲有時咩搖燈白你走。我唔知多路咋。白都冇。我冇去過喎。把路去看，係你 museum 愛學路，我唔知課半是哪課。你人講，伊個是嚟單的，愛學路過嘢咋？我別記啦。啷看見你話 museum 伊個白即係成把圖，成 igloo 你睇你哦。伊學路按三千嘅，即係咪看佢三千嘅？係你厝，特別人成日看到。對啊，把路過來看。我想是 igloo 誒，你打特班唔會啊嘛？是唔是 igloo 啊？
是 igloo 啊，无就是你水，你就咱一个老嘅水晶嘅厝啊，伊成接近落去咧，就伊出頂嚟看咧，我想是 igloo 嚟。攏知唔知講你 click 迄頭一個嚇，頭一條聲啊！你 click 迄頭一個迄個啊poster H1 圖迄頭一個，講是掉一個波呀，講掉一個波，佢白色波呀。啊！一條阿媽你看到，你 click 伊有寫咧，伊看伊 photo 伊有翕了，但係有物件。咦，這是毛毛草草呢？毛毛，是唔是講看到伊個白白尖一點嗰啲 ops 啊？係講 ops 啊？咦，佢哋是 suppose 是死人啊嚇？唔知咩嚟？係你咪看本好啦，因為我係記頭 start 我去嘅時啊，我行啦。普通嘅時我是無垃圾掉安尼，我行一個啲垃圾掉磨長嘅咋，我就等我行甲我某，然後我某講，誒，你係咪數？別個一句普通時嘅你講我去安尼，可能為個字我講就係話嘛。一句啊，伊講，誒，你做咩做安尼掂去？然後我講，我咪講啊，人緊行แล้ว緊走啊！我看袂到物件過，特別會感覺到有物件，你知道？計幾厘呢？我計幾厘呢？你要做咩啊？你講你？你看到係？你看到隻人喎！夾起來，跟一circle起來，哎呦，幾厘！我今日去看你唔使。你看到嘅係你位啊，係你Dolanic.com 嘅係你啊，嗬？我看過本嚟，แล้ว伊是講，伊是講是係你位是yang torture 係你 British Army 啊，呢啊，你個即係 when Japanese 係你日本人yang來講嗰邊嘅事啊，yang嚟做成個yang係 base 啊，喏。哦。而太冷在邊？對咯，計個呢我去教下兵嗬，頭磨長，係等得路行。唔敢，我唔敢接旗本啊！我看了哇，我唔敢接啊。買嚇，阿什麼？嚇，三件叫咱做在去，我買。我愛問嗬，你見過迄位嗬？你頭是唔是重嘅？我是無啦，頭殼上會重，會使用隻滴你落頭位嗬呢？我是無呢 sensitive 啊，特別係講是講普通時我是無垃圾掉呢，普通時我去係咪為本無垃圾？你頭媽講係你東基古典係你厝啊，有啲呢係你本時我無垃圾掉，我 just 成個垃圾掉無長淡薄普通呢。特別即我去即個 museum 啊，嗬，垃圾講成個人無爽嘅種啊，成個真正即係你係種真正暗嘅物件，即係暗嘅係你 spirit 啊。哦。看條路可能就說。感覺講袂爽啊！我實教我講緊行，緊走啊！成日是調學每節，成日是唔知5塊10塊袂記啊！係時我去嘅時。學累去啊！少學乜咧？就係你想講一個 museum 可能只被看來就特別嗬。Before that 是無嘅嘛 ，before 是 free open 可能只皮嘅嘛。แล้ว佢又問別人嚟講講愛做咩？我留掉下啲 heritage 啦，แล้ว要做下都成旅行嘅位可能來看，可能順便有收入哦。แล้ว邊一就可能拍邊波，特別我 feel 到伊那裡下個有下啲 room 成下了，講樣安怎有下啲機器安怎度做人嘅了，物件有嘅了嘅，少，看嘅了，下啲物件啊，แล้ว我 feel 到真係 because 我下啲位個唔是講大了。成 town area 啊，真正濟人行至做，喺你個大隻山巴位，你個無咪人，佢要做隻廟點樣互人去看？我嗰時係我嗰時歷史嘛，係咯。我嗰時禮拜個早起，哇，冇人去過。我感覺真係個理咋？然後我 friend 講樣把去拍乒乓一走就，樣講話去邊拍乒乓是真係爽 ，because 有會攤雜，然後真係
真正刺激啦，compare to 成 platform 嘛 ，because 有起落嘛。我講佢啲嘢死嘅迄邊啦，你並冇拍到一半死了，你看到你 opposite enemy， 明明就死㗎了，就個加一個大病死，你變怎？你也你被搏數，你家己也是被數你。特別上叫我有一個朋友，人去迄邊拍邊播嘅時候，嗬，人講人有看到嘅啫，係你是甲玩啦。嚇，人講是人。人講人看到啊，加出來，人講加人出來，咩加人出來？應該人去拍是甲換。講加條人哦，我正架企有一個故事本嚟，喺你卡拉 OK。哦，我聽過啦，你，I think 你是嘅，你特人冇上嘅 version 嚟，哎呀。冇上啊！喺你卡拉 OK 是啲加百位哦。加百係冇上喎，唔知道啲房間裏面幾歲隻人咧？加百係咪講？啲冇啲加百，卡拉 OK 啲加百，了伊是啲 basement 嘅喎，喺卡拉 OK。啊哈，對。聽過啊？聽過啊！我冇上線暫時啦，暫時。特別我唔知先時嘅啦。特別雲吞咪是講過啊嘛？點解能夠雲吞其實叫話 view 啊？能夠雲吞其你講嘢砧板啊邊？了我可以看一小影響咧 ，World is around article War Museum 啊，個小影嗰個單咯。跟住我同你講，我同你講，佢哋 War Museum 係有一個位啦，真正好笑嘅就，伊是 for 佢哋 army 佢哋兵啊嗬困嘅位啦。然後第一件事我參加我表小弟去哦。我表小弟有去過一個節目，我唔記叫咩名。然後一行嗬，咧 actually 我看到就有物件到內面就，伊是假嘅人。係啦，因這是加出來效應啊，不是你唔是啦，一頭係你 model 你假嘅。你是唔是講係人哋卡條鎖條流流呢，散嘅咧？伊是一個查某，伊是講伊人是 prostitute 嚟。喂，見你乜教我講過？了嗬，我看到了我就點咯，點了我表小弟，一行過去咧，一直看咧，一慢慢飛到來看到我手手啊，一面斜去咗就看到我手手，了一個。我看到東西然後改講我也看到啊，不是裡面有一個女生坐在裡面呢。然後本來是 gay。阿公啊，然後我冇咩清楚喎，係咪？一個伊阿媽成微微爸爸講嘅啊，嗰一個我條下有冇事，你就講來係會哦。那係會佢自己做落嘅咩？你我覺得你特別你都制喎，下你未記啊？我今日哋話解走掉嘅呀，走掉。係一個寫一個人嘅興趣了，你了一個係情，係你超叮當嘅，你有交啥？你個係別處可以超叮當，可以落，你個幾白白啊？我覺得。咁你話係會多劇咩？有你白嘅，嚇？冇上架เลย有你拍惡了嘅，有你是一人去有去白嘅，係拍。去白，畫面啲畫車對嚟了嘛？你也試過，你個 reflection 畫，你我就你哋都啱咪就愛看啦，畫，好像你把隻畫掩住嗬，邊有資料比較多嘅落邊，我一抽嚟看就我就攰得掉起來咗。屌啦！我俾佢哋屌，唔係我，我都講咗未？你講假啦，咩啲捐係啦，我笑入邊咧咁樣冇確實嘅啫。但係時我看車，我攰地車唔得啦，我係看到啲攰地車嘅浪嘅，90下你未見啊？喲，我不到對其實我未去你War Museum，那就係去三叫。唔係，那就去啊，就去嘛，阿咪去嘛。唔係去啦，咱去了是咱去食上只。唔係，我去上只會肚腩。
咱個經心迄隻什隻？我去東東隻，我隻。你再講你介隻四年就，傾心一隻呢個白你就，你傾心嗰時為朋友誒。特別你是邊個學緊啊？個仔就講你係白嘅。我邊個學緊個仔啊？แล้ว我哋點樣講話個仔？哦，變車仔。我自己變呢，我早時。阿咪攏拍上個燈啊！冇，做工嘅事。哦，好笑。誒，攏看你啊，光華這寫咩大卡印嘅啊？定到講個咩真係大卡印？你大白講嘅開嚇，咪大白都冇嘅咯，人講經啊嘛，冇別見喺邊，我冇 feel 到嗰啲。伊是人講經啊，了有一個卡印到咧朋友，人講伊大伯講來過檳榔咧，一個卡是立佇即個麥都貓，個另外一卡是到了麥都貓嘅位。哦，到你卡印嘅話呢？特別是唔是？未必唔是啊！你唔是大伯講，你就唔是啱咧。我看到唔是啱啊！我看到你是北京，寫一間厝咧。特別伊是鄧郎字啦，鄧郎字。為難哦，師承新媒體大腳印。因為我剛看過他嗰隻加面女主角。好啦，你講看到誒。光華咧鹿港那邊。Anyway， 但係就講係你邊樣無但就冇嗰邊一間白白全部是有嘅啊。就我哋在裏面看到就未記啊。貴啲啫，但係就講你白白嘅厝啊，我講你白白嘅最正嘅啊。特別嚇，我未去咯，不過我去看去經驗下就係 War Museum 嘅。War Museum 是我去，就是要去。我去，到很之行啦。OK，我不過對是咱做一去，然後坐尋即維娃娃個三九個人去。我買去啊，講明成啊，我10千就人嚇。我行過夜單。三九九我三九九可能10千，學到10千啦，Lucky。啊，399係咪？10千啊咩？10千 USD 啊？喲，個頭先。10千大巴，10千rupiah。那是咧，我講那是，那你講我講你想法，你都要賺咗這類啦，你個咁晚去。啊，等，嚇，幾？1 million 啊？1 million ringgit Malaysia。OK， 但是講俾學你去啊，邊一下貴一萬呢？自己講貴一萬，自己講我買，貴你唔買。佢哋唔買。你成日快去啊！俾袋落實落河。太屎花吧！叫。誒，特別我咪攞就是到底你就是講你大兵大啦，貴一萬啦，大一萬嚇，100萬喎嗬，就俾好我愛。阿咗冇人俾學嗰個啊？係咧，我愛去冇冇人學定掉。我嚟這裡 raise 翻啊嘛，一人學一塊嘛。唔係啦。你想我嚟做 listener 啊？依個咧。但我講無聊個，講你即拍廣告嘅嚇，你即係我每兩個人再講，人人一第一人 maximum 啦，去訂你廣告人是幾人人猜看。咱邊啲學見聽講啦，有幾人，然後人猜看幾人去訂你廣告。無相節啦，特別節入面第一人訂是人猜是一人啊，啊人猜學先自己 take a guess， 會話我猜。嚇？1,000啊？399呢？399猜看到幾人？500了，多少組？500人哦。10,000個。10,000？哇！你想我哋 popular？10,000你使啊嘛？我一人學一塊咪，我學399幾名？不，我是講你廣告啊！我唔係，我冇講我愛。邊啲學見你廣告？我講係我當時啊，我咪是去往去訂就 OK， 我個猜，你猜 ，OK 你講1,000，
แล้วก็就只會講一千啊，會話我們講一千啊。經三呢？你講是打折啊，一就這啊。average 啊，打折有就一人訂啦。所以問講小節啊，唔是一年啦，唔是一個月啦，是打折 everyday maximum 啦，就一人去 click。10個。一節呀。一節打折。一節50個。一節50。我執麼啊？我執。能晒 OK。แล้วขอจีก้องวินนี่ก็จีจับแล้วบางอย่างมีทอๆจังก็กอบปะกี่ก่อนจังก็700喵喵ก็อีกคงอีก我講聽啦8啦8咧人แต่เนี่ยว่ากี่ก่อนจังก็700 8咧人好所以那是講食牛啊！那是講你咪自此變咗學健咧。那是講你嚟特擺嚟變咗學健物嘢時候，病者講過。那是講那是你就對自此變咗學健咧。是講你啲人攞8人 maximum， 對一人是8人病。嗰啲是 average 啦，小咪。我唔是 average maximum 是8人8打折啦 maximum 是8人อันนี้款計嚟แล้ว有夾到鐳啊未actually 未歹門我是講8你本未歹啊8你本未歹啊我係啲有燒炭我唔知實講喎特別跟人講好嘅我係冇聽我啲燒炭100塊啊我自從我下你講過去啦，我唔是6個月是7個月嘅下去嘛，我舊年，都100塊。減肥嘛，是唔是？減肥嚇，對，即係安怎你減肥嚇？減肥，你咋背？你去 scan 到啊，身軀有 fat 嘅數啊。第一減肥，是就講係我係聽講背，所以話多啦，多種一共啦，面我少騰100塊啦，冇那個價值好咧。未歹咩啦，所以 continue 支持邊啲學嘅啦。但是講你有支持，自家看到你減肥廣告啊，什麼啊，係咪廣告有興趣就訂啫。然後但是講咯，較濟人訂咪是較機會談較濟料。你白刀就是講談只資料只料時，我特登你對邊嚟。你那個去架生叫去你鬼處，鬼咩？我買去啊，我冇印路啊。OK 啦，印能能叫，能落掉啊，落掉印咩？我冇印路啊。OK，咱對邊咧是咱個叫仔，你啊，我近禮拜分8格咧是直講係咱去食物件，就仔個你去到播 museum 會等嘛。你把上背到去。係咱做這期嘅。你好啦。咱做這期嘅。唔。OK，感謝。咱就是個要包場我，before 咱冚大。大漢主要是南西。係啊，點正啊？係啦，咱講幾嘢咧，即係人講時嗰啲幾嘢處事。有。好，แล้ว感謝啊，แล้ว希望你ไม่吹到俾先處時就感覺者啦，先放下開淡薄聽下，感覺看冇幾長我冇可能俾唔到。俾先處就吹啊，南西去。係啦，坐南西去。南西好咯，你少啊，樣一刀100塊，背樣去看厝呢。你甲人講有，還是無呢？就賺100塊啊！是無，那是講你講無時咧，有時嚟輸嚕咧。輸啊是咯。你插關呢？你嚟催我就講有嘛，有你係上時咯。係啦，調本咯。嗰時調第三波啦，有講無咯，講有啊。無你偏變先。你偏變講OK，那是講我即是你咁慣人啦。你那是講愛嚟講咧，你就學我100塊，我就採你去場賣嚟講，你本唔要緊，你賣咪傻，你咪自己經我未 guarantee，但係我 at least 我感覺啲事我同你講係咯。好，好啦，你學啊，你學即係399 18 cent 啊，特別伊特別去嗰個 War Museum 咪貴咩？唔係，咯，你家己賺咧18 cent 賺緊你切壓住佢。
係嘅咧，即啊！好啦，感謝各位聽眾，我哋這禮拜特別嘉賓是經三南西當漢主生叫教 BB 娃娃，感謝一個魯江那邊嘅chat room 人，安尼隻人講叫你 link 看，你不上嘅幾個處嘅，真係是講你未看，係你但冇人講嘅幾個告訴嘅link 嘅了小英啊，或等啊，背你 MBS 啊，背你Suffolk House 嘅before restoration 嘅小英呢，我哋過去。邊你學見到咁嘅朋友去看，我係朋友 link 嘅啦，到第一邊，了唔知讓佢睇看邊你學見嘅朋友你小英，唔是你幾個處嘅小英啊，讓佢使去支持邊你學見啫。我看過超過8人，超過8人。但廣告會記。可能世界廣告，可興趣金杯啊，是得咯。你第個字攏在看到阿 John。就上上台就看上上看到我巴右邊，可以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禮拜加來再見各位，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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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